你好，我係 Joyce，我係第3屆 MTC 畢業。我係自己第7屆畢業。我哋2006年出發日本，已經嚟咗19年啦。我係阿 May，我係 MTC 第1屆嘅畢業生，而家我喺生活堂係一位牧師。Hello， 我係阿基，我係第12屆嘅 SCM 畢業生，我而家係一個物理治療師。我係子慧，第26屆畢業生，我係一位單親媽咪，而家喺 MTC 服侍。Hi， 我係子晴，我係第27屆 MTC 畢業生，我已經喺泰蘭服侍第3年啦。我係阿邦，係第14屆 MTC 畢業生，而家做緊 digital marketing。我係 Yoyo， 係 MTC 第20屆畢業生，職業係護士。我係 Carmen， 第3屆 EMS 同埋第9屆 SIS 畢業生，我而家喺 CCMN 細胞小組宣教網絡服侍。我係琪琪，係 MTC 第27屆嘅畢業生，我係一位家庭主婦同埋教會嘅義務同工。大家好，我係阿 B， 我係 MTC 第4屆嘅畢業生，我而家咧做緊歷奇籃球嘅青年工作。30 MTC 30週年，恭賀 MTC 30週年，繼續堅持出街上街 game， สู้สู้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榮欣，係第1屆嘅 MTC 畢業生。咁讀完之後咧，我就即刻喺 MTC 度服侍咗21年啦。喺過去30年裏邊咧，我見證咗超過1000個同學嘅生命成長。而家咧，我哋嘅同學咧喺唔同嘅地方啦、國家，同埋用唔同嘅身份角色咧，繼續服侍緊主，同埋服侍緊人嘅。咁我哋好開心，今日係畢業禮啦，30屆，咁我哋一齊見證主嘅恩典，將榮耀歸俾神。多謝主。